Hello，各位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收聽第120集嘅米閱讀分享米 the Reader 呢個 podcast。今集同下一集呢，都係會講連結從石器時代到 AI 紀元呢一本好書嘅。以前呢，我喺香港做老師啦，11月呢係11分忙碌嘅月份，冇咩公眾假期之餘呢，亦都極多嘅 deadlines 都係喺11月嘅。又咁啱咧，有學校嘅慶典啊咁啦，所以我呢一個天主教徒咧，都好中意同班 Catholic 嘅朋友咧就呻咧11月真係我哋嘅年齡月啦。而家咧，我喺西班牙生活，做補習老師嘅身份咧就輕鬆啲嘅，但係11月咧都係好漫長，幾乎日日咧都要工作嘅。呢個網課亦都幾乎咧係唔會因為任何嘅假期而中斷。所以我估計呢，今個11月呢應該都會好忙啦。做完呢2集呢，我都真係要暫停上架一次，略為小休啦，同埋呢，等自己可以更加好咁準備下一個系列。講開忙碌呢，唔知大家通常喺咁嘅情況之下啦，或者狀態之下啦，你會中意做啲咩去令到自己呢可以舒緩一啲冇咁大壓力啦，同埋放鬆自己嘅呢？我喺呢方面呢，都肯定自己呢係一個 I 人，因為呢，我係透過做啲好個人嘅活動呢嚟放鬆兼重拾力量嘅，而睇書呢，又比睇戲啊呢啲嘅影像呢係嚟得安靜同埋有效果。說來神奇啊，睇連結嘅時候呢係10月啦，已經呢開始忙啦，而佢呢其實又係一本厚書嚟噶，主題呢都幾硬，但係呢，我讀得津津有味。完全享受知性嘅樂趣，呢一種拉闊視野、受啟發嘅閱讀經驗呢，係冇俾我帶嚟精神嘅負擔，反而呢係令我有種愉悅感添啊！所以今次真係閱讀分享啦。作者哈拉瑞係全球知名嘅歷史學者同呢個哲學家，著有暢銷嘅作品《人類大歷史》。網上呢就有評論話佢擅長以流暢、深刻、充滿洞見的敘事方式，探討人類社會、科技和歷史之關係。連結呢係我睇哈拉瑞嘅第一本書啦。咁我睇完之後啦對上述呢一啲嘅讚賞呢都深表認同，完全呢係令我有動力呢追翻佢以前嘅作品添。連結呢有啲似呢一部論文，但係呢佢用普通人呢都睇得明白、深入淺出嘅方式，層層鋪排佢嘅論點同埋論據呢嚟梳理人類嘅資訊史，以及呢係解釋人類點解要啦，又應該點樣做呢去提防 AI 嘅發展同埋應用。以作者哈拉瑞自己嘅用詞呢，就係希望為 AI 革命提供一個比較準確的歷史觀。由於書嘅內容呢極為豐富啦，我呢就會分2集分享。今集上集呢會先分享作者梳理出嘅人類資訊史，同埋呢進行一啲概念嘅釐清，亦都即係佢最耍家嘅2大本領啊，歷史同埋哲學。下一集呢則係會真正進入呢 AI 嘅近代發展趨勢啦，一啲社會性嘅應用例子，同埋作者提出應該呢點樣規管 AI 嘅建議。下集呢，我將會喺好短時間內轉為訂閱戶專享嘅，敬請留意。當然歡迎大家撳 support the show 或者 subscriber only content 呢一類字眼成為訂閱戶，咁就可以唔使受時限所限啦，重聽所有嘅集數啦。作者哈拉瑞喺書入邊話呢，AI 嘅興起可以話係史上最大嘅一場資訊革命。咁我哋就先嚟睇下究竟咩係資訊啦。哈拉瑞呢喺書入邊呢咁樣講，一般日常所談的資訊就是與各種人造符號，包括口述的或書面文字相關。而呢資訊可以係錯誤嘅，係謊言、幻想與虛構故事，所以資訊並唔一定呢係同真理真相相關。哈拉瑞呢係繼而去說明呢資訊同埋呢個歷史嘅關係啊。
資訊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本來就不是要去呈現既有的現實，反而是要去連結各種不同的人事物，可能是夫妻，也可能是帝國，以創造出全新的現實。真正定義資訊的是連結，而不是呈現或再現。只要能將各個不同的點連結成網路，就是資訊。資訊不一定是要告訴我們一些什麼，而是要把人事物組織起來。人類從石器時代開始到而家 AI 紀元呢，都係透過資訊將自己同人同埋其他事物呢連結起嚟啊！咁相信呢個都係點解呢書名取名連結啦。而關於資訊呢，哈拉瑞認為資訊並唔係越多越好嘅，佢將嗰啲認為資訊越多接近真相嘅機會就越大嘅想法呢，稱為天真的資訊觀。因為正如上面啱啱分享到啦，資訊嘅目的呢，其實唔係要去呈現真相，而係呢將人連結喺一齊，創造出全新嘅現實。而喺呢個之上呢，仲要端看呢掌握資訊嘅人嘅追求啊。如果嗰個人或者係嗰班人認為維持秩序比呈現真相重要呢，咁資訊就更加唔係讓人更加接近真相啦。講到要創造出全新嘅現實呢，我哋呢要留心，現實呢都有幾個層次嘅喎。哈拉瑞係咁寫嘅：喺故事出現之前，宇宙只有兩種層次，就是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咁好容易理解啦。客觀現實即係呢個objective reality 咧，係唔理我哋有冇意識到呢啲事物呢，其實都存在住噶。而主觀現實即係 subjective reality 咧，就係唔存在於外界，而係咧存在喺我哋心裏邊嘅，例如係快樂啦、痛苦啦、愛等等。但係咧，原來有啲故事咧係能夠創造出第三層次嘅現實嘅，亦即係存在於主體間嘅現實，英文係 intersubjective reality。哈拉瑞係咁樣解釋呢一種現實嘅。主觀現實，例如痛苦，只存在於個人的心智之中，但主體間的現實，像是法律、神邸、國家、企業、貨幣，則是存在於許多心智形成的連結裏。講得更具體一點，這樣的現實是存在於眾人彼此講述的故事之中。關於這些主體間的現實，在人類交換各種相關資訊的時候，並不是指涉任何先前就已然存在的事物，反而是在交換資訊的當下才創造出這些現實。譬如呢個披薩嘅熱量 calorie 嘅高低啦，就唔係取決於咧我哋嘅信念嘅，但係披薩嘅價值，亦即係金錢嘅價值嘅高低咧，則係咧完全取決於咧我哋人類嘅信念嘅。所以金錢貨幣絕對咧係屬於主體間嘅現實。點解要解釋咁多主體間嘅現實呢？作者哈拉瑞咧用咗好多嘅篇幅談論到神話故事同埋呢個官僚制度咧，呢兩種存在於主體間嘅現實咧，喺過去幾千年嚟係點樣影響呢大規模嘅資訊網絡？神話故事連同宗教嘅部分呢係有啲冗長嘅，我喺呢度呢就唔詳述啦。有興趣呢可以揾書一讀。而官僚制度呢，同我哋而家嘅生活呢有更加多實際嘅扣連，我呢就略加說明一下啦。官僚制度呢，從初期一啲嘅技術，亦即係文件嘅出現呢，息息相關嘅。文件創造出了新的現實，文件記下財產、稅收與支付相關的資訊，也就讓人更容易打造出行政體制、王國系統、宗教組織、貿易網絡。說得更具體，
就是文件讓人有新方法能夠打造出存在於主體間的現實。口述文化 oral culture 要打造主體間的現實，方式是講出一個故事，再讓許多人在嘴上說了又說，於是記在腦中。在這種時候，大腦的容量會對人類所創的主體間現實形成限制。要是大腦記不住這樣的主體間現實，也就創造不出來。然而，靠着寫成文件就能打破這個限制。這些文件並不是要呈現什麼客觀的經驗現實，這些文件就是現實本身。本書後面的章節會提到書面文件所打造的先例與模式，後續將會由電腦來接手使用。如今電腦創造主體間現實的能力，其實是當初泥板與紙張力量的延伸。咁跟住哈拉瑞咧就繼續解釋啦。而隨着文件成為許多社會連結的重要節點，文件開始承載着無比的權力，能嫻熟於這些文件背後的神秘邏輯，就能成為新的權威人物，像是各級行政人員、會計師與律師。除了嫻熟於閱讀與寫作，還掌握了製作表格、區分抽屜、管理檔案的技能。在官僚體系中，權力往往就來自於了解如何操弄隱密的預算漏洞，以及如何往來於各個辦公室、委員會與分組委員會形成的迷宮之間。喺官僚社會啦，民眾呢成日都會因為某個讓人難以理解嘅原因，被某個唔清楚職權嘅機構掌握自己嘅生死權。總之呢，就係龐雜嘅官僚組織呢，令到民眾呢唔容易搞得明白到底發生緊咩事。作者後嚟呢，將呢一種唔知咩事嘅感覺呢，即係比喻去到呢，就係 AI 嘅演算法啊，我呢即刻就明晒啦。其實演算法同官僚制度呢都係一樣咁神秘嘅，咁樣其實唔係好事嚟嘅。哈拉瑞認為呢，應該要摒除呢一種嘅特性，我喺下一集呢就會講多啲噶啦。嚟到今集嘅尾聲呢，我就必須要講到作者提醒我哋資訊嘅雙刃性啊，亦即係資訊嘅流動傳播可以係好，亦都可以係壞嘅。喺歷史上嚟講呢，資訊嘅流動的確呢係創造咗一啲嘅條件，讓民主精神得以落實。咁係指咩呢？就係即係民主精神指咩呢？就係對話啦。哈拉瑞特別咧澄清就話，民主最重要嘅咧唔係選舉，因為咧可以徒有選舉嘅空殼，但係冇民主之實嘅。對話同聆聽以及咧有制衡權力嘅機制咧，先至係民主嘅精髓。而喺對話同聆聽方面咧，資訊嘅傳播咧，則係咧幫咗好大忙。但係既然資訊可以係一把雙刃劍，咁即係咧呢個極權政府咧都可以透過散播造神嘅資訊啦，美化權力領導人嘅神話啦、謊言、偏頗嘅信息等等咧，去鞏固自己嘅權力嘅。作者喺以下呢一個段落咧，係好簡潔咁點出咗兩種政權之間嘅分別。總而言之，獨裁政體是一種集中式的資訊網絡，而且缺乏強大的自我修正機制。相較之下，民主政體則是一個分散式的資訊網絡，並且擁有強大的自我修正機制。在民主資訊網絡裏，我們確實也會看到有一個中心樞紐，是由政府掌握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行政權力。因此，政府機構會匯集儲存大量的資訊。然而，民主政體還會有許多其他資訊管道，連接許多獨立的節點。不管是立法機構、政黨、法院、新聞界、企業、當地社群、非政府組織，又或是公民個人，都能夠自由的直接相互溝通，
因此大多數資訊並不會經過任何政府機構，許多重要決策也都是在其他地方決定。AI 技術同資訊一樣啦，都係雙面劍，所以係可以係好，亦都可以係壞，就端看我哋咧點樣監察佢嘅使用啦。今集咧都分享咗好一啲幫助我哋理解 AI 時代嘅重要基礎概念，以及咧一啲定義上面嘅釐清啦。下一集我哋咧就能夠更加好咁進入作者哈拉瑞嘅呢個推論同埋總結啦。題外話想講一句啊，我高中嘅時候咧係一個理科人啦，選科嘅時候咧最唔捨得放棄嘅科目之一咧就係世事啦。而家長大咗啦，會自己咧不斷咁透過睇書同埋去博物館啊，或者係同人傾偈咧，去聽唔同嘅故事啊，過程咧都係好享受嘅。但係咧我都冇咧非常之明白咩叫做歷史可以讓我哋鑑古知今呢句說話。又其實而家嘅科技發展啦，將我哋同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啦，好似咧拉得好遠啦，更加咧都會令我疑惑。尤其喺未來非人類智慧生物越嚟越多嘅呢個世界咧，讀人類歷史有咩用啊？哈拉瑞呢本書咧就完全示範到咩為之咧係鑑古知今，就連當今最 hit 嘅科技發展都可以借鏡歷史去學習點樣操控啦，監管得更加好，實在咧係超有啟發啊！我講緊嘅係連結從石器時代到 AI 紀元呢本書。今集分享就嚟到呢度啦，下個星期記得返嚟咪閱讀分享收聽下集啦，再會大家。